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返為食而生呢個 channel 啊！今日我哋繼續會分享返我哋日本嘅九州自由行之旅。今集嘅內容都係非常之豐富㗎，咁大家喺睇片之前就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上集我哋完成咗門司港嘅一日遊之後，第二日就會嚟到別府同埋由布院進行一日遊啊！今集嘅內容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別府入住嘅酒店，同埋第二日會去到北九州動物園。而美食推介方面都會同大家分享別府必食嘅天檔。第二日我哋會喺別府度遊覽半日，之後就會乘搭由布院之森，而夜晚就會入住由布院嘅溫泉酒店。上集提到離開門司港之後，我哋會搭到去小倉，然後再轉乘音速號前往別府。咁由小倉搭到去別府，大概需時係1個鐘頭零10分鐘左右。出閘嘅時候，大家都記得要拎翻張 JR Pass 啊。而 JR 別府站其實唔係太大啫，只有分為東西2個出口。而我哋今晚入住嘅酒店係位於別府站嘅東口。由別府站一出之後，向前直行過馬路，就會到達我哋今晚入住嘅酒店啦。呢間酒店叫做別府站前超級酒店，而酒店嘅前台係位於2樓。而呢間酒店裏面都有唔少嘅設備啊，喺3樓會有溫泉，而2樓亦都有免費嘅飲料吧。咁免費嘅飲料吧係由3點提供到去夜晚嘅9點啊。裏面最吸引係有唔同款式嘅酒都係可以免費任飲噶，而且亦都有咖啡機，同埋各款嘅汽水同埋果汁。而呢一度仲有提供唔同軟硬度嘅枕頭可以選擇，因為房間裏面係冇提供枕頭噶，咁記得要拎翻1個入房啦。呢度仲有浴衣、牙刷、牙膏都係可以自助攞嘅。洗頭水、護髮素、護膚品都係可以自取。事不宜遲，即刻嚟個 room tour 先。呢一間酒店係使用密碼鎖噶，check in 嘅時候都會提供翻個密碼。咁呢一間房間都唔係太大，一眼已經見到所有嘅家具啦。咁見到有張大床啦，旁邊都有梳化、茶几同埋書台，都方便你可以喺度食下嘢啊。麻雀雖小啊，但係呢度5臟俱全。咁呢度嘅基本設備好似係一啲水煲、風筒、雪櫃都有啊。之後嚟睇一睇呢度嘅浴室先。雖然都唔係話好大啊，但係裏面都有一個浴缸啦，可以浸浴。而呢間酒店都已經包咗免費嘅早餐啦，每朝早嘅6點半開始就會供應噶啦。我哋一齊嚟睇下早餐有咩選擇先。喺別府市裏面，主要有2個比較熱門嘅景點啊，分別會係別府地獄同埋九州自然動物園。呢2個景點其實同別府站都唔係好近嘅，都必須要轉乘巴士先至會去得到。而我哋呢次就選擇咗去九州嘅自然動物園啊，因為呢個動物園最特別係可以坐住樽高巴士近距離餵動物啊。呢一個動物園係非常之熱門嘅景點啊，好多人都會去遊覽嘅，而且亦都可以選擇自駕咁遊覽。不過選擇自己開車就唔可以開窗同埋餵食啦，所以大部分人嚟到動物園都必定會預約樽高巴士嘅體驗。之前都見到有網友分享可以保證預約到樽高巴士嘅體驗方法啊，就係選擇當日喺別府站嘅觀光案內所提前購買動物園嘅巴士套票。所以呢次我哋都嚟實測一下呢個方法究竟 work 唔 work 先。觀光案內所係位於別府站東口嘅隔離，營業時間係由朝早嘅8點9就開門啦。
所以我朝早8點半就去到觀光所門口度排隊買飛啦。我哋最後買咗呢一款4600yen嘅套票，裏面已經包括咗動物園嘅入場券、Jungle Bus 嘅車飛同埋1日嘅別府巴士券。右手邊就係動物園嘅門飛，要到達動物園先至可以換領 Jungle Bus 㗎。而另外呢一張就係巴士嘅1日遊券。前往動物園嘅巴士站係位於別府站嘅西口，咁記得就可以喺返3號巴士站度乘搭41號公車啦。我哋係乘搭嗰日朝早8點50分開出嘅巴士，因為九州動物園距離別府站都有一段嘅距離啊，車程大概都需時50分鐘左右。但係因為由於塞車啊，所以我哋最後大概10點鐘先至到達動物園。巴士落咗車之後，跟我哋一齊直行呢，就可以行到去入口嘅售票處啦。我哋嗰日朝早10點鐘先去到動物園，見到Jungle Bus朝早嘅班次都已經冇晒位啦。好彩櫃台有預留返Jungle Bus嘅位置俾我哋啲買咗巴士套票嘅遊客啊，所以最後我哋獲安排乘坐10點20分出發嘅Jungle Bus。而喺買票嘅櫃台旁邊，亦都有啲儲物櫃啊。如果需要使用儲物櫃，就記得準備定100 yen嘅硬幣啦。Jungle Bus 一架可以坐到30人，而佢嘅外形都係採用動物嘅造型啊。每一組遊客都會獲分派一盤飼料啊，裏面都會有英文嘅介紹去說明飼料分別係餵邊啲動物噶。我哋第一款見到嘅動物係山羊。巴士停留咗之後啲山羊都衝晒過嚟，即刻餵嘢食啊！我哋就可以用啲鉸剪去夾一啲糧食去餵啲山羊啊！哇，見到啲山羊都食得好開心喎！啲山羊個樣睇起嚟都好得意啊！下一款嘅動物係黑熊啊，同樣都係餵食一啲乾糧。睇落去係咪有啲似熊本熊呢？之後嚟到最期待嘅大草原區域啊，架車停低咗之後，啲獅子就圍住個車身等我哋餵食啦。哇！見到個獅子擘大口都好有氣勢啊！第一次咁近距離見到啲獅子，感覺真係好震撼啊！獅子估唔到好似一隻大貓咁溫順。如果大家嚟九州玩，就好推薦嚟呢個動物園體驗一下啦。之後仲會見到大笨象啊，放到好高嘅紅蘿蔔，大笨象個鼻都可以輕易捲得到啊，真係好聰明嘅動物，而且睇落去都好溫順，好可愛啊！除咗大笨象，仲見到有小象啊，小象都好得意，仲識得擘大個口等人餵啊。跟住落嚟餵嘅就係駱駝啦。原來駱駝都好大隻，係深啡色嘅駱駝嚟噶。咁無論我哋擺好高或者好低佢條頸都可以好輕易伸到上去，食到我哋餵嘅嘢食啊。除咗可以餵飼嘅動物之外，仲有一啲動物可以遠觀。成個 Jungle Bus 嘅旅程差唔多係1個鐘啊，可以近距離見到呢啲咁珍貴嘅動物真係令人覺得好難忘。動物園裏面仲有一啲餐廳同埋精品店。裏面都有發售唔同款式嘅動物公仔啊，質量都唔錯，價錢大概100蚊港紙左右，亦都有 Jungle Bus 玩具。而精品店旁邊就係餐廳，裏面有提供一啲日式嘅蓋飯、咖喱飯、意粉等等，價錢都係由980 yen 至到1200 yen 左右。咁喺景點區嚟講，我覺得個價錢都唔算太貴啊。除咗 Jungle Bus 之外，動物園裏面都仲有其他小動物可以睇㗎。我哋一齊睇下有啲乜嘢動物啊！
物園裏面亦都有一個袋鼠園啊，可以近距離親袋鼠。估唔到袋鼠都係咁溫順嘅動物嚟㗎，亦都可以購買飼料去餵飼袋鼠。因為動物園係位於山上面嘅，天氣嚟講都幾凍啊，我哋都即刻買咗件煨番薯嚟嘆下。而返到去別府站嘅巴士站就係位於動物園嘅入口旁邊，搭返呢一架5號巴士就可以返去別府站啦。咁因為巴士嘅班次都唔係太密，所以大家都可以預先計劃返回程要坐嘅班次。我哋返到別府站附近揾嘢食，咁呢就揀咗呢間主打天婦羅天檔嘅餐廳啊。呢間餐廳已經開業超過90年啦，最出名嘅呢就係天檔料理，亦都有一啲其他嘅刺身定食啊。咁仲有一啲兒童餐啦，如果趕火車班次，仲可以嗌外賣去火車上面食。我哋先嚟試一試呢款天檔特勝1310 yen 啊！呢款特勝呢，有3隻天婦羅嘅炸蝦，睇起嚟個天婦羅炸蝦都好大隻，咁隻隻都非常之炸得香脆啊！除咗炸蝦之外呢，下面都仲有一啲天婦羅嘅蔬菜啦、茄子啦、青椒、番薯同埋一啲南瓜。咁呢度嘅炸蝦呢都係外脆內軟噶，而且蝦肉呢食落去都好鮮甜。呢度嘅天婦羅呢最特別呢就係佢外面嘅脆皮呢已經用咗豉油去調過味噶啦，唔使點醬汁已經好夠味啦。而佢個醬汁呢食落去個味道都係甜甜地，配搭埋啲米飯一齊食，真係非常之夾啊！之後呢，嚟試一試呢度嘅月子檔啊，上面呢有一大條炸過嘅月子，下面呢同樣有一啲天婦羅嘅野菜。咁我哋打開呢個月子天婦羅嘅炸粉睇落去會好厚，而且入邊嘅肉質呢都非常之肥美啊！咁呢個天婦羅嘅脆皮啦，加入埋入口即溶嘅魚肉呢，而且配合埋佢嘅醬汁，令到成個味道都更加有層次啊！總括而言啊，呢間餐廳嘅天婦羅味道真係好值得一試啊，而且價錢都唔會太貴。嚟到別府呢，就好推薦大家試一試呢一間餐廳啦。嚟到下集，我哋主要會同大家分享返購買 JR Pass 嘅方法，同埋亦都會同大家分享點樣去預約由布院之森啊，亦都會同大家分享返乘搭由布院之森嘅體驗。我哋今日條片就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我哋頻道最新嘅資訊，就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